揸住架豐田純電動 B-Z， 你可以喺山路小徑之間穿梭放下電。不過周末亦都可以去做 SPA 叉下電。無論邊個季節都有豐田令你嘅生活更精彩，快啲嚟你嘅本地豐田代理商。既然朱女士決定反面，佢亦都唯有咁做，先可以對抗到佢。唔理講啲咩都好，希望都為自己辯解下。雖然我唔知道你究竟中意我啲咩，但係我就係呢種人。好快就會有新嘅代表上任，我想請你留喺度幫我手。如果你想反抗我嘅，我保證會令你呢一世都冇辦法再喺呢個圈立足。殘酷的實習生大結局，星期六晚上9:50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殘酷的實習生係由美源染髮劑 One Push 贊助播出。每週專題報導多段香港以至國際嘅矚目新聞，聚焦港人最關心嘅民生話題，並邀請各界人士、學者、專家一齊深入探討個中嘅來龍去脈。食肆執笠，原班人馬再開，舊公司拖欠嘅人工交由破欠基金埋單。點樣打擊呢類疑似濫用個案呢？破欠基金原本係僱員嘅安全網，又會唔會變成不良商家嘅提款機呢？新聞透視，星期一晚上9:50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根據統計，抑鬱症患者比一般人嘅自殺風險高10倍。一個抑鬱嘅人去選擇唔到某一啲嘢，咁唔係佢嘅錯㗎嘛。其實好多嘢我哋唔知，而家所以完全冇呢個語言啦，即係冇呢個咁嘅講法咧，就係話呢個人自殺咧就一定係陷於大罪之中啦。我哋唔咁講㗎啦，甚至反而調翻轉咧，更加要為佢哋祈禱，失去咗家人嘅狀況底下咧，要照顧佢哋。呢個星期嘅愛常傳，問問情神父會探討情緒病患者自殺嘅話題。